山东的环境东好，有山有水，我就出来比好好的过生活。假有闲下来，我就有交朋友的心情来好好的接待人客。对了，这土地吼，实在讲，安尼当初来个哈，马街厝无一点一滴，可以讲搭村土地全部都命过的。对了，这土地的感情吼，实在讲，至少安尼熟悉的那种，从小照顾到大，安尼人下按人来多，圣经讲确实如此亲人啦吼，来多就会人分，所以讲安尼就真心对待自然的。然后就会中意安尼了去蔬菜。我对啊种水果吼，当有兴趣啦。可能伊安尼因种真抬头，啊水果真大真强吼，因做当欢喜啊。人客啊种下来，摘到当欢喜，因做当安慰啊，做到当痛啦，反正都兴趣啊，因做就因有精神啊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养着条重现。春风过去，强娘多，红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时歌清甜，梦里梦。酒处处添归烟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各位好，早后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民族。你看。桃园福兴乡呀，到位的，嘛那也都会强悠悠的。呀，前游嘅拉拉山，还有本人讲做係北台灣陽氣最多嘅所在哟。呢兩位除了有泰雅眾人，其實還有一群客家人到了到位嘅，老也太自然嘅作息，向下來生活，老山向生向好。今日就睇睇民族向下來呢啲山拿之間，來啲感受生活到也到位嘅美好哦，來啲。啲桃園福興流新北湖來夾界嘅拉拉山，包含嘅北望巴林湖區嘅山區，拉拉啲泰雅族話地度有獎嘅意思。呢地度上嘅珍貴嘅喜怒氣泰蘇公氣，老豐富嘅林相，淺淺嘅泰地紋理，從細個嘅複雜嘅習慣，喺啲山那度會係樣嘅成分咯。今日嘢就向下來嚟看啊！分享當然哈，是當然咧，茶係當來多誒。我們之前對桃園嘅山底下是啊，上來排到3點鐘。特別過來有3點鐘嘅。係，而且呢度山好又炸過下來啊，山東嘅海拔高度係1600公尺啊，兩位係850公尺。嗰可以拍你拍嘅水尾洞槍哦。水洞槍啊，我下邊有一隻卡拉溪，因為東邊有一隻卡拉部落。哦。嗰個水就從神木區嗰邊下來嘅水，所以洞槍。好啊，望到呢個啊。好啊，好。先生啲中立台嘅 Brian， 係啲台北做過傳播媒體嘅聲，為了享受野外辛苦創業經營嘅山莊，6年前轉到拉拉山當空。除了老太子爺向下做盤 ，Brian 們認識嚟當到好塵土旅行嘅外國旅客，有閒時節會帶定佢哋啲山拿度鎮，認識台灣山拿散步嘅獎哦。哇！洞江哦。真勁呢！你看連腳位都按飛起。在搞水啊！天哪！而且一下到邊水江鹹呢，你看。
对啊，水从神木区下来，给啊水就是沿着到时候会沿着这边水就要下到石门水库。啊，用你刚讲有都卡拉西哦，哦，啊，神木区下来的水，无怪呀水都按用按先。系啊，因为啊神木区底下有条银行，我来了边就带条水进去泡茶，叫做给它水浸甜。而且啊，你看，你看岛边看到全部就会太自然嘅鬼斧神工，很开阔啦，今后会猥琐啊。还有个，你也天的时间啦，躺在这个沙头蛋糕，吹风啊，受日光浴啊，晒晒脚啊，一听非常的舒爽。水很干净，然后整个的负离子也很多，真的所以有些客人会在这边一待就待一整个下午。哇，姑嫂，你要的一待就待几年了，在这边？哦，我都出来边22年咯。22年？可能今年38了呀。我国中的时候就来了。真的？那时候爸爸妈妈来这边带我们来露营，爸妈觉得这块地方的环境很不错，他们就买了这块地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去打造，从垦地开始，然后开始整理的环境，然后慢慢的造成到现在的一个规模。26年前，阿爸阿妹用交朋友嘅初心，變做台灣第一台嘅民宿業者，留彩鐵嘅零三嘅東風咯。Brian 講，啲塔關山、留塔灣山嘅卡拉海水係啲太蘇公期留下來嘅，水動態、水質動強，行卡係學出準嘅好素材哦。經過日嘅介紹，聽聽彎彎快快嘅山路。向下來嚟拜訪陳山度嘅準洋出站卡。嗨，林大哥，安坐。你好。对啊，冰哎啊。小心哦。好。哇，你用的地方有到还有3档表狗哎，这边好像拍武侠小说的地方哎。对，就是在山谷这边啊，山谷下对。啊，我们养鳟鱼的水质要很好啊，所以养鳟鱼的地方都在很山里面，平地是养不起来，它是属于冷水性的鱼。而且鳟鱼啊，对不对？它除了水冷以外，它一定要活水，所以我们都是用梯田式的鱼池，就一池一池的给它布气，这氧气很足够。而且还压困到给它的，好像为什么给它都一直滴眼前那样？因为那个鳟鱼它是洄游性的鱼，对啊，鱼越健康啊，它就是会一直转圈圈，转圈圈就是在洄游。真的？对。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喂鱼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啊，按用的上去嘞，怎么上去？从这边上来就可以，爬上来。对。我要，哇！你用碗，对。他们也凶多暗嘞，我吓到了。我天啊！而且他们的活动力好好哦。很好，对啊，因为鳟鱼健不健康就是看它的活动力。是。对，它活动力越好，它就是越健康。真的。对。而且啊，底下它已经在我的脚边等我了，你都会等来耶。直接撒下去就好。好夸张哦！你看。因为它如果吃饱的话，它就不会吃了。啊，我们只要看没有在抢食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会再喂了。元旦生发地北民族嘅风尊同交规，对生长环境要求同高。来自卡拉海嘅山泉水，强力度无数的污染，水温同低，含镉溶氧量同高，加上四季嘅水量丰富。列匹配无嘅环境条件，并也为变做系高山风存嘅乐园。老人穷要，因而爱惜山川，照顾也条鱼儿嘅归处，是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情哦。好，该养好牛的种鱼呢，要怎么抓鱼？好冷哦！抓鱼我们要先用网子把它围起来，对呀。老弟，先把它赶成一堆吗？对。然后，我一下子就圈到好多。对啊，慢慢的往前。哇哦！顾上啊，顾后呀，上摩天汉呢？对，你要往前，你要黏着墙壁往前。对，黏着墙壁往前。好多。对，这样他们就集中了。这些都请我吃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好大包哦！哇，你还就不敢贴起来按动哎，刚敢让它流起来，你敢抓它吗？我可以。真的？那我帮你捞，因为我不敢抓。好，你试试看。这样子很难吃得到鱼哦。
有，对。制服它，哇！哎，你看它还有彩虹的颜色。对啊，它就是红尊嘛，红尊就是它身体这边有到很像彩虹的颜色。真银哎！对对对。哇，它皮肤好细致。对啊。它没有什么鱼鳞哎。它跟蛇皮一样，对，它是卵磷，所以它的卵磷脂都在皮。有很多人都不吃皮的，其实它皮那个卵磷脂很高。对。你讲休息太也做得了，是嘞。养多大可以吃？养多大？从鱼卵开始孵啊，孵到这么大的鱼要14个月。17上年当中的生。对，要14个月。泰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看哦，亚给水温这么的，其实我是觉得很冷，但你大概习惯了。我习惯了。关哎，可是用哎，应该懂辛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鳟鱼要养得好，就是你要在鱼池上的时间越多，你养的鱼就是越好。像我们早上大概5点起来，要开始喂鱼。然后整理鱼池、吸它排，就要把它整理很干净。真的是很辛苦。刚才无关呢，要到变的，不会想到按天空，因为真的是要用心来照顾它。对对对。育鳟魚很正經，就像育死人的供養，對佢哋嘅生活需要嘅都天初愛照顧好。林太哥講，風采天得啥都看到幅度，佢哋想種出活貝，喺風雨當中看好鳟。養殖人員嘅平常，原來就係熱責耳朵。留到為耳朵嘅鳟，殺下來就帶定佢哋整理請 Brian 嘅爸爸做料理了。好，稍等下來就會請到 Brian 爸爸來講下來做料理呵。係，我家下呢就先去到嘅店睇過啊，你食也嘅鳟。我叫佢到邊嘅鳟，真見喺我看到。養鳟儲肉嘅一個鳟啊，係，你要用你為數最好嘅魚嘅，來招待人客啦。第二呢，因為你魚嘅呀嗬，它其中呢會多少有水嗬，所以你用你嘅紙巾撈你嘅魚嘅呀嗬，嘅水啊撈佢煮走啦。哦天哪，一個魚看到啲都很拍醬非常安醬哦，真的哦，非常安高貴嘅，所以呢就做很多鳟魚啦嗬，哦，你睇呢，你出來。愛來滷咯，但你就很給做了天數給你進的捕鳥。我跟你說，你應該要找好捕鳥張壯的哦。那不用，這不一吹一下。哦，聽個鳥啊吼，真嘅喺成牙都追住呢度，又齊又甜，肉質非常的嫩潤。走後一起。你睇呢，你出來愛來滷咯，愛來滷咧。哦，佢仲有行係嚟配合哦，鹽啦、梅樹啦、蒜頭啦，滇香啦，青島嘅梅差唔多8、9香嘅，調味粉，然後調好些了以後呢，放落去。直接椰上去就。會有椰兩度呀？我啷講嗬，差唔多1枚5嘅嗬，佢用嘅粉啊，差唔多30克啦。30克哈，冇落去嘅時差唔多3日，哇，等3日哦。係，所以你冇好以後呢，你就愛真空包裝，真空包裝冰箱冰呢3日以後，其實熱梅咧。唔過阿爸，你看哦，你乜嘅來到山頂講乜嘅都去家來親身來做啊，山空人工唔好搶，可是唔好想講按麻煩，將就按用就好誒。你好。做任何嘅事情啊，如果說你做半途而廢，也係講清菜嗬，這些菜你嘅身體是做唔起咯。我從細啊嗬，我也就係農家子弟，所以講做你嘅山蟹，做你田園嘅蟹啊，對你來講唔係講輕困難嘅事情，但是呢，你是講你客家人啊，實忙打拼，行過硬頸，日切落嚟做好來，雖然講你按辛苦嚟講啊嗬。但是你嘅人客啊，以佢嘅讚美，那個愛讚，你是心肝是當歡喜嘅啦，係啦。喺第3度26年，對作潮戲舞到種菜料理，可以來當吃菜嘅山拿成法，其實行卡多係自家做自家食，老司機去做嘅行通啲。
老三有的情感充满活力嘅总爸爸手工，两下下山去一夜就吃到鬼神无嘛嘅错。如何的准五，叫下来你前盐度嘅住处，可能准五要做得变出嘛介无穷样嘅料理呢。沙地下來呢，爸妹，家下吼去看嘅也嘅準啊，爸家下已經講係攞件滷膏嘅，沙地下來你要講係做嘛嘅好料。哦，你嚟做清蒸呢？總人言，南種客家人，做媽媽係山度嘅大廚，對菜天拿來嘅食材，仲係要當到嘅創意老考試。家人地度嘅特寸土地都情深命高，悄悄地對山每一位歸屬感。做媽媽講，呢下上山真係做無卡，做得本演員來到嘅人客食到好，佢就係做一個主人最真誠嘅狀態方式。因為用真的方式嚟做鹽米啊呢。錯啊，然後要高山的鱒魚是很鮮甜，真嘅，看佢現吃下度，也連5年的蔬菜全部都係用，係鹹鹹透透啊呢，嗬。好，家也係講，我來用真的法，頭前我用乜嘅準備冇咧？哦，你哋吼，有嘅吼，就那個撞槍來吃吼，吼撞槍來，真簡單。哦，你吃鹽米嘛吼，你就來不用你吃咧，鹽花誒，不用你吃咧鹽，溜嘅味嚇，嘿，唔是多。有冇繼續？你還你客家黃豆醬，哦，黃豆醬錯。哎呦，要整出來一定當真的，而且也給整出來米啊，吼，做攪飯。錯，你吼就不用意思咧薑麻落去。薑麻比因為講甜的給它小米，可是基本上給冇嘛給小米啦，對不對？錯啊，就是提味啦。它起甜一些咧，對不對？遲遲嘅準肉質幼嫩當甜。清蒸就做得呈現食材簡單嘅風味，鋪到嘅藍鋪子老熱當嘅來增加味覺嘅層次，個冰入鍋火辣辣蒸8分鐘。另外，嘅下滷好嘅準五冰入到配上肚，等豐富嘅老料香慢慢地配入面。準五太長掉上咗，還會聽聽做媽媽學能可以出數路創意料理。師傅，這個是師傅的徒弟呀，師傅的徒弟的徒弟啊呢，咁今日到底要做乜嘅料理咧？料理還會做馬鈴薯皮蛋。馬鈴薯撈皮蛋，不用啥，不用恐嚇的。對啊，媽媽的創意料理。真的啊！然後黑白香的菜啊，真緊。好吃嗎？試看下啦。好，先來做好冇？一邊做一邊打出來顧好誒，好冇？冇等下剛嚟嘅出菜冇做到。好來，要做。馬鈴薯你它先切片，然後先蒸好誒，嘿，2分鐘哈。好。這個我們先把它搗成泥。對。而且做沙拉係冇？對，黑蒜是一個涼的菜啦，涼拌菜。對，加皮蛋。皮蛋，好，真的是無心插柳變成這個新的菜色呢。嘿，對，因為吼皮蛋吼有條人吃到，吃到個米有一個嗆米啦，對，啊，唔過按人組合了後哦，會有一種驚豔的感覺，冇窮啊，對，好，咁也兩個結合過後，哦，接下來要個當精彩，要個調味料，按多種誒吼，嘿。不用一絲的鹽，不用糖夠一些，比例差唔多，鹽1糖2。好，這樣子。對，哦，來，你倆嘿很多花椒油。哦，我喜歡。花椒油。對，還有一個辣椒油。哦，一太同時都用吧。一太同時。很香啊。很香哦。做娘母卡，做娘媽媽些年很有福氣哦。是都配配啊。真嘅，我說做娘心口妹一聽懂有福氣吼，不然我真有嘛，你就攞佢空個3檔狗，你看到了3拿別講，黃金單身漢，按多些做就嚇死。那你就很給做了天數給你請不到婆娘，我跟你說，你應該要找好婆娘張壯咯。那不用，這不一吹一下，不用會抗議講受騙那你就後尾啊？好嗎？後來兩人差唔多哈，然後就來冰沙。美乃滋。好，差唔多要平鋪一點下去啊。
哇，阿姨，古说你，哎呦，大白金边尾啊，给创意料理，嘿，来到遐岛边的民宿，嘿，恁人还太幸福了吧？有啦，一天都会啊，对，暗恋来都一天都给他有幸福的感觉啊。对菜色嘅变温、老米絲，絕對唔會精彩。Brian 咪介入嘅太自然嘅料理組合，向媽媽來學運用菜體食材嘅料理智慧。無論係看起來當上人嘅創意馬蘭薯馬卵，也係呢時節已經配到擦擦上人嘅準。嘅油脂，留低定老料嘅酸香，留了了嘅肉桂香味。本人遠唔吃，上個日日上咗來品嘗了。哇，今日實在很聽哦，做得來到安哥嘅山檔過來，所以我節目啊，第一擺來到拉拉山嘅島邊嘅，古所以聽我說，我今日食到嘅全部都係啊島邊嘅拉拉山嘅山檔個寒天嘅料理。我你先來試下嘅前陣咧，好冇？好啊，我今日認識佢當叫漢網食到，好，來，一種唔係冇乜嘅骨頭嗬。誒，你準嘅肉清油啦，所以夾紅仁煮炒，夾下太。而且按盤，按盤，哦，遐個肉啊吼，真嘅喺成牙都最肚裏度，又黐又甜，肉質非常嘅溫潤，食落去來呢真嘅幾萬樣，人家講嘅成牙就係啊，真嘅，當甜。而且啊，其他一件事情，佢肉質當油，非常嘅油啊！油到你會食唔出它的紋理了，你非常嘅油啊！呢，都上紅醬油按用嘅好料呢。先難得呢個最新鮮嘅啦。而且清蒸醬油按用嘅黏味，可是呢，殺下來哦，家下把油帶來做下嘅用滷誒。對，你做誒，就加滷誒，嚇，做下吃起來就特別好食，嚇，哇！我知道啊，有滷膏吼，裡面用嘅調味粉落去啊，吼，佢點都會變出感覺很較甜嘅。係啊，有嘅。會變到會帶出佢嘅甜嘅。係，沒有錯。冇咁樣嘅感覺。真好食，而且啊，裡面有滷嘅吼，不用過3日左右嘅咩吼，一種肉質啊，係吃到比下嘅油很較彈，很較 Q，因為佢已經，也現吃現整已經當 Q 嘅，這個。有鮮老嘅滷膏可能係叫了會比蛋糕、比發酵膏好，肉這邊都含較鮮牙咧。不過我覺得滷膏誒有一個重點，就是它的香氣足夠。你剛好是這種重口味啊，重口味的，比那個秘魯啊，最讚的，真的。拍飯來放咗先好嘅。再等下來來食個沙拉。係咪真好食啦？嚇，冇解感覺。而且啊吼，一下都會人係點樣做講？沙拉竟然做得有按用，有叫佢面啊，重點係佢加嘅花椒油啊，如果有辣味，當時你食沙拉，我係食到有一些帶點辣味嘅味嘅。一般來講食沙拉就係食到有甜滋嘅啊，按用嘅味道啊呢。而且呢，攞嘅皮蛋攞去啊，皮蛋係好食皮蛋嘅人，佢一定會好食嘅。這個真的是吃創意的，而且真的很好吃。唔試試過吼？唔試試過，古早沒有落一道味嘅當做的食得到誒。你還有當到編出來的新的菜色哈？有哦，很多私房菜，還沒搬出來。我兩位男美女按幸福。幸福嘅飯就蛋糕，還有兩出珊瑚椒蘿蔔湯。自家鹽度上嘅清甜蘿蔔咧，配到嘅人出名傳統飲食嘅靈魂香料麻膏，噴香嘅胡椒，留椒麻嘅香味，將老人潛入到自然體體，想到深山食材當難尋，更加感受到了無卡人對體體食材嘅用心同珍惜哦。不過，反正你做了6年呢，我只有講話吼。真嘅冇按過誒，因為 TP 啦吼，人家呀青年返鄉咧，轉呢個素材可能高鐵還有多哦。人家特別唔但像高鐵唔會多，可能連公車都冇乜個市場了。董燕啊。對啊，6年來你有想講可以來逃出去，還講你有乜個得到冇咧？該頭1年就較不習慣。一聽唔慣咧。唔慣咧，不過
后面想一想啦哈，就是说，我们爸爸妈妈留了这么好的一个产业，那一方面还可以多陪陪爸爸妈妈，因为其实他们在刚开始在经营这个山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小。对，所以他们对，所以他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山上在打拼。那其实在这段时间才是跟他们相处最多的一个时间。其实我做来讲，你要做讲要反对无咧？你一啲講後生人用從頭到頭時時都了做唔得啦，我想下標取不如標牛食草標牛腦杯去，這樣佢就冇準。係啦，所以你是在按個方式呢，所以我想佢也應該做得也清習慣啦，係各方面對人客，我哋做嘢上面我看應對接天花去指甲。迄個做唔得，跟外地老人家打下基礎，我不如冇快提起啊，做唔得啦。所以你看，還不錯啦。你睇咧，做了體6年嚟啦，所以你睇佢做啊做唔停。穩嘅啦。望叔過以前規村嘅大都按道理無？係啊，你從了從下集起，這條也大部分也用了。你剛剛都會找個時間來習慣，就會淌血。怎麼那麼大顆？你看這個，光是看這個，看起來是雜嘅吼。動態機嘅。總後一起。你睇咧，做了體6年嚟啦，所以你睇佢做啊做唔停。穩嘅啦，你睇用咩啦？6年3年帶下落以後啦，佢環境係按好嘅萎縮嗬，其實講一難前啦嗬，一難前。因為我爸媽他們的基礎其實打得很好，那所以在開拓這些國際市場上面。那可能會需要靠我們新的這一代，對，那不管是網絡啦，或者是像我們有時候會去參展啊這些，那基本上我們就會希望說盡量去拓展這個客源，因為其實拉拉山它的淡旺季很明顯，對，那我們希望借由國外的客人來補足我們淡季的這個時候，是，對，那這樣子其實這樣一個民宿的產業，它才有辦法長久的經營下去，一方面也是做國民外交，對，所以像我們就常常就是接待這些國外的客人，那一方面也是算在做文化的交流。唔講我剛剛聽到 Brian 講到也嘅國民外交是啦，是啊，只有講一正經係講到動實貼，因為呢你看啊，每個人後來都有導演呢，其他的話唔單止係甘肅都有導演人情味，因為是到媽媽嘅客家料理，嗰時也正經係最好嘅軟實力，人家啲講原來都台灣有導演。山東都有一群客家人，佢哋新馬街有一個城飯，其實本鄉嘅同事就都嘅小嘅台灣嘅美好啊！不錯，你都記唔動態哦，加油哦！冇問題。反正好好城飯人哋就會想到你的，真嘅。聽聽 Brian 一部客人無限歸熱，層層感受到佢哋對他人嘅真心誠意。記得仲媽媽講，你每要求都聽到，崂山相處久誒，悄悄地了解啲天地之間，做得有嘅是咪係一仰慕天天？故說真想踏入其中窮客嘅世界，就係最實在嘅幸福。早晨啲長山都紅起來，我來嚟拜訪佢哋嘅鄰舍好朋友了。小麗叔叔，民族按坐。按什麼啊？你在做嗎？我啲啊，摘桃子啊。林金龍睇過苗栗客家人，小麗叔叔留夾本友係第3行嘅人咧，超過40年咧。江中一生人，以是代替中國治療香菇，冇想到安呢就幾50年嘅時間。博士有阿薩利嘅佢講。佢中意高山嘅蒙沙煙，看等果子天天嘅睇，就會吃到當很久哦。蔬果。係啦，我摘到睇啊。就係啊，個拉拉山當最有名嘅水蜜桃哦。係啊，一水蜜桃也做人睇了咩？係100萬人睇了。個也蠻有好食咯。也食到糊糊濕濕啦。個個嘢咧都2年20以後哈。
其中一粒个几板斤的动态粒动得以上。冇眼咱天数嘛。好啊，我生意哦哈。好。好，要用的了蔬果，等一下全部不爱蔬姜酱。唔会啊，我搞啦哈。好。从人一排油嘛哈，一按道粒仓嘛，一卡太粒咩，啊看你动酱嘅做一集睇。顺风的就来一顺风集起哈。适者生存。哎。忙蔬果以前规村的大都按道粒哦。系啊。好，你从要种下集起，这条一排出成一两粒。你刚刚都会找个时间来习惯，就会淌血。啊，唔过哈，唔攀得咯，唔攀得啦哈，喊你把个土就细细粒呗。古时你全部都起来，按用一个去按用输哦。哎，总系2-3年啦，老朋友啊，老朋友啊，2-3啊。太讲啊，第一人爱叫我没有理你咩吼？系啊。因为敷按眼就都拉拉散散，当过来种东西咧。个头摆白白啲啊，多咩？你听你对啊。嘿。我哋也40年咧啊，以前我也为佢做起嘅lin果当好咩吼，我也为种lin果气候因变到也变种水蜜桃。因天时嘅变迁，港中人没有看天时改变来种作物立方式，行家有时将有得按样嘅乐观，咪系种水蜜桃嘅关键咯。只然呢世界嘅水蜜桃还系细细只嘅，冇办法食得到佢嘅香甜多水。不过小林叔叔嘅农业是喺365年都冇歇困嘅哦，呢下就係高山香菇太出嘅時節。哇，小林叔叔，你到呢種嘅香菇很多哦。係啊，主要對啊，要得種係係啊。我要蹲下來當小矮人一下。你看，你看到邊香菇，好大顆，怎麼那麼大顆？你看這個，光是看這個。看起來個渣嘅吼，渣嘅動態機嘅，從一作得，咧。等一下，照以前先講下一下，也係嘛改品種嘅啊。也睇下咧，講緊按照921啊。這是敏感數字。係啊，記住係加個冬菇啊，冬菇葉啊。照一類看一下好冇？好啊。照一類看，我等下冇辦法本睇下看。我可以按樣照咧。擺喺度。擺喺度了。哇！當中做得大意了。係啊。好香哦。係，佢唔可以從人攞杯菇嘅講安尼，要嘅安尼出水菇，咪出水菇，一菇皮又香香啊。香，可是做乜解唔可以嘅哦？加油啊樣，冇起來啊。咁日嘅就較快嘅。也都差唔多，照順嚟講嚇。也安尼摘都好摘啊！你卡下煮起嘅嗬，一去煮暢開嘅。咁係講，我按樣較薄啲，較好，也按較大塊。唔做暢按嚟都嗬，可以做泡咩？嚇，可以泡嘅起嘅嗬，佢了了嘅配炸嘅菇嘅，較會容易爛嘅。做乜有一條哦，也鬆杯因為裂開來嘅咧。佢啊，一做起創人講喺按到花菇啊，你話，唔看佢按嚟必順嘅，因為嚇，佢天然嘅啊。一般人都講佢較翹啦，較香啦，因為佢熱人啊，嗬，個罩真會安尼變啦。係品質較好嗎？有本冇咧？一般人是講品質較好啦，喺我呀菇嘅是差冇。都好食。係我呀凊彩也冇別咁樣講講，平地啊，嗬，一般啊熟拳差唔多4張葉啦。4張葉。我呀山東啊，嗬，氣候較涼啊，差唔多8個葉啦。多一批啊！多一批個含地會生毛。嚇，間種嘛都生當個種香菇。佢也有一點好處嗬，佢也會熟久嗬，天天嘅生啊嗬，個菇嘅口感清嗬，較清香。真嘅，太家嘅問題啊！係。真嘅啊！係，一冇講嘢唔掂呀，唔創價呢嗬，要多湯體當高呢。哦，對身體當好就錯嘅。係啊。講起香菇，從係講自家嘅生意嚟供養，直到當傻批嘅小林叔叔，其實行卡到嘅係安慰，因為高山嘅天時環境冇供養，硬比人多嘅一批嘅時間來行權，行卡是要耐心同愛心來照顧。天天嘅生長嘅香菇得到嘅環境嘅天數，本成分老口感行卡有特色，摘嘅貴以上嘅香菇。生下來就嚟嚟變化一下香菇料理了。哇，太子，今日吼老吳鄉下嚟都要按嗰個山當嗰嚟做料理，順後還有個貴鄉下嚟伴奏，讓人體擺誒。
系啊，都要三档神法。我哋要去拜东方洋人了。耶，今日要来做一个香菇料理咩哈？哎，水面头还蛮大嘛哈，蛮好食。嘿，蛮好食。啊，看下准备一早诶，配菇诶，哎，哎呀，个咧，你要伊咩早诶，个去整过咧。我要整菇诶。哎呀，还像用配早做的什么？哎呦，大枪死了。做得啦。可以哦。哎，做得。好香诶。因为我有年下噶哈。哎，菜单好香哦。香。嗯。你讲有年下用吧？年下来买香菇啊，佢要试看啦，试看啦，看又香又甘，我其實要買。做得用不用吃係，了。我都做年下搞的呀，我真啲。你試試看啦。太香哦！哇！你的香菇有没有按 Q 啊？好有弹性哦，又 Q 又夹甜，又喷啊呢，而且哈水分很多哦，有另外会爆浆出来呢。走后一起。你試試看啦。太香哦！最美味安尼甘甘。我真干，而且同我刚刚看到个洞盆的那个香菇的伞这边哈，两个所在。现在配早的还 Q 用按钮 Q 哈 ，QQ 的，好吃好吃。准做饼的色了蹦茶没动好，做得啦，做得哈。好啊，点面有没有打算？因为洗澡的冻龟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次料理要搞来做嘛？香菇香肉，哦，冬菇香肉。好，你来做搞来好冇？好啊，首先你香菇爱来，你慢慢来输入吹。你底条先煎些，莫打松，你全部好吃的东西。系啊系啊，我先把做洗一洗的。错啊，莫打松，香菇底的咩动营养啊？动有营养，而且按用帮助按你做得冇？做得咧。讲讲要切。切油油的，等下家己个高油一块。我要切油油的，系嘛？啊，等下洗起来我整家家切干嘛呢？伊要切咯，切动油。按子说按做的接班的哈。素动好。耶，我从都天生可能来做出来正经的哦。正经的。正经的，东你讲我加正经。我动好看了。你要先加嗰种诶片米粉。哦，片米粉要酿的，对不对？好了。这样其实我酿再唔会脱脱。好。嘿，所有呢。安尼。好。好。你都加掉啲啊。高油哦，等下落去整。那看你那边有不用下盐嘛哈？嗰些猪肉。整家家扣干嘛呢？猪高油按就做得了。好，好了。泡泡的一层就好安尼。较结束啦。较结束。香菇准做细条的，等到黏黏嘅了过后，用盐爆肚蒸6分钟。这时间来准备另外一出5、6、4嘅食材。喺花蓮上空睇嘅臍太子宮、拉拉山、老記憶地度嘅山東涌，空氣清新，生活單純。像安樣喺蒙沙岩牆山之間講飛葉做料理，將世界咪變到簡單多咧。好，太子一下來到煲頭上，你要來炒一個香菇，炒5、6。炒，好，我來先標一下挑夫棍，標一啲啲的油咗哈。標一定要先，記得要先標避香哦。哎呀，標香菇還要拍料起來哦哈。來，我先料起來。好，要給拍東茶飯哦，東飯是東好要是說。來。哎呀，給豆腐還冇先標香會發現咩就冇米頭。它冇按鹼啦。它冇按鹼哈。好，沙爹下來咧。然後標一下皮條。好，蔥誒。係。下面要先避標。太子講最近咧來到山東高城街啊，吼，然後條白芒家來，就是啊，這剛剛有檢查動作嘛。哦，變化動態。嘿，查清楚。張家來吼，做水泥做清楚啊，工人咧搶清楚。佢煮飯咧放門條嘅動態雜。啊，煮動作20人啥？20人煮哦。係。同條會打電話轉移。哦，餃子。係啊。正經哦。正經唔會啊，我叫不卡。辛苦。係啊，你還是看唔會啦。
你要做较少的呢，免较习惯的。不过讲真嘅，农家人真认同去的。系啊，所以讲大家。而且俺讲做农已经同辛苦，做农家人的妇女还较辛苦。还较辛苦哈，惯的啦。应该没有欢喜的所在。嘿，你也感觉要省快乐，苦尽甘来。苦尽甘来，错。太日头下耕种嘅生涯，可能係大家對做農事辛苦嘅熟悉印象。不過，當啲所有人都停下來歇困嘅時節，將對遠方傳來嘅農家婦人家，同樣繼續無限做事訴求。當面受嘅其他字，就係按樣日見日熟練嘅便當木產炒燉菜，未留天內種出來嘅天然食材，變做朴實嘅農家料理。掉手作哇！太高太子，講真嘅呢，來到人嘅山當哥啊，今日做除咗一道味嘅食飯，我吃到紅啊，幾隻心靈啊都被射槍你嘅。我們先來品嘗一下，好冇？好，來試試看啦。先來試兩個好冇？香肉，好，叫他來試。好啊，試看啦，試看啦。太子當功夫，呢度除了加豬肉以外，還有加一個蝦公。係蝦公。鮮皮米湯，很香哦，茫茫嘅，當香，有香菇米啦哈。哇！你香菇有冇按 Q 啊？好有彈性哦。啲啊山當中啊哈，有個鐵質哈，無空藥。有 Q 有夾甜，又有盤啊呢，而且加下有留嘅。香菇嘅枝頭嘅豆味，再個切落去煮。落去都係香菇味。真係都山當嗰位香菇冇香香哦。佢一山當啊哈，算講冇嘅空氣污染到啊，種出嚟都較天然啦。香港連嘅枝頭嘅地方，一般來講，我講幾蚊間都行喺東後生。可是我剛才吃了這香肉之後，你剛剛還要先清炒一盤哦。可能炒下嘅用絲啊，生鹽米，來叫下先。這都生炒嘅，生嘅安尼炒嘅。而且呀，全部順好嘅水，全部香菇本身嘅水分吼。錯，也較甜。輪到仲係食嘅豆腐用嘅，而且吼水分很多哦，有啲會爆漿出來咧。有的人講嗰種香菇會有一種鹹味。可是這個不會，係香味的呢。因一般種嘅來講，有嘅會有個純味樣嘅，攞去買香菇也唔會啦。也嘅係炒，也嘅五柳，對不對？香菇嘅做法都一道種咩？用炒嘅咩當香？伊咩嫩嫩嘅哈？真嘅當嫩，嫩加香加 Q 彈，要倒牛，還加要倒水啊呢。它有食起就有種感受，而且你講真正中意香菇米湯嘅人吼，一種香菇米湯係香嘅，細個嘅人家大腸食嘅配個嘅會轉感，係會較甘。香菇醃料理千變萬化，仲係拿出香菇嘅湯，切脫係當地人分族當接油嘅菜色。當接看到嘅香菇，其實只用加出冬菇、大熱量、老高香味。韓國根本嘢係自家親身摘嘅食材，韓國食嚟到最簡單、清香嘅滋味。啲海拔將近1500公尺嘅高山頂，一場香菇當祖傳，朴實就係幸福。太哥，人家話種馬該都很好食咧。哦，人做馬該啊吼，我想法做安尼，人要做較好啲。一定要做到好。係，迄無人都冇做佢，做要加甜嘅吼，要做冇做冇咩。客家人。你講嘅地方就係標準客家人嘅人講嘅種水果咩安尼咧？人種到安尼，像安尼一種人來種嘢烤菜樣嘅吼，伊沒用嗰個人來看安尼個水果啊，像日本啊，吼個中日韓國咧，伊沒來哦，按腔嘅度。家己就就每一般來講，會想講日本嘅水果當中都當好食，不過其他每來人了解代表你係朴實朴哦，不過呀，按到其他10年行下來做農民咩實在辛苦呢，乜個事情都要自家去做哦。係啊，自家去做，真會提供乜個東西做出來好唔？人做都要下來啊吼。
乐观的啦吼。啊，搁像来做马街就讲，因做落较认真地，唔买来半做半了的样啊吼。啊，大部分种来利用去自家做较多啦。人家讲客家欢人家就安样，枕头、鲜米、粥头、往米安样，马街事情就记住包办起来。太姐就真挺辛苦呢。做了善事要真有耐心啦。如果人做到半年半餐就无诶，放弃的。真嘅，系要有耐心，因为种了着水果哈，种辛苦一年这样数一拜，菜数起年又大，而且伊多年了煮了色，又下摆又风采了掉，因为小力一胎啦，真嘅，所以是讲人家太岁平安年子也一个的啦，嘿，因为人连福连人都唔出，像将心比心们还可以啦，想开一点，大家都知道讲，山东各位也都各自听，马街都较好食，但是背后有当地嘅农民啊，佢哋会安样用贵生人嘅心血去留佢照顾，你这样吃嚟到安呢？没错。真嘅，好在有人哋你这样做嘅事都按甜嘅果子。也有咩累积嘅经验对吧？总係用东西种到当成功啊吼，然后累积也。以前做到也下累积的经验。系哦，记得绝对唔咩用讲的都唔咩啦，用做的这样做。去搞 ATV 当会低啦。小林叔叔讲，自家一生人就喺港中，底下年岁已经有诶，唔过是喊做的做，就会一直做下去。有人讲过，人人都是有一座山，唔过我想。唔但唱喺对呀当中得到情有雅情，行卡喺本身应该爱有嘅敬重来爱护，就像布施嘅港中人向样，强能土地爱配田，老山脚下走定田地嘅节奏来生活，喺太自然面前係永遠嘅鉗老山。山鄉嘅生活，除了無償無利以外，行卡係乜嘅事情都會自家來做，留對山鄉嘅一份敬愛。不然，佢也都義務客人，用也都山珍海味來款待人客，用心對待大家來到了嘅緣分。連太哥兩公婆行卡係用心來耕種，以下10年來都冇變，留太自然嘅智慧表現喺日常地度。行卡展現出生活喺生活當中嘅美好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日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18年，四季輪